食個飯睇場戲去利苑啦嚇，我平時去利苑食飯多嘛，間唔中去利苑食飯多，咁咧你食完飯之後攞去吸4個鐘頭咧，咁你架車叉電咧，你係唔使錢噶嘛，咁所以我叉電咧，你有冇見到我成日咧直播咧？我翻親香港都係喺架車嗰度，因為我成日要揸好多車噶嘛。咁啊，由屋企出去翻工，跟住呢度去嗰度去，所以我經常差唔多晚晚都要叉電嘅。咁我就喺 Tesla 嗰度叉嘅。咁我可能淨係做場直播咧，就俾30蚊停車場費。有陣時做到超時咧，就俾60蚊。咁係停車嘅啫。咁啊，其實我就乘機就充下電咁樣，即係唔好嘥咗啲時間。咁我點都抵過你入油啊！揸電動車基本上你係唔需要油費噶嘛。咁但係香港政府有2樣嘢係錯晒嘅。第一樣嘢，你個油價你憑乜嘢收33蚊一升先？日本嘅生活指數都高過你香港啦，歐洲嘅生活指數都高過你香港啦，係嘛？你歐洲搭的士，日本搭的士就貴到你嘔啦。點解你啲油費會貴過香港啊？第一，第二，邊條茂利諗過1換1計劃就喺今年嘅3月30號4日後截止嘅？你而家國際局勢咁緊張，入一箱油講緊係3000蚊一箱，即係揸勞斯萊斯嘅3000蚊入一缸油行500公里嘅，6蚊一升嘅，點揸我大佬？我喺香港都唔敢揸勞斯萊斯啦，咁鬼貴你啲油，咁你仲要取消1換1計劃？啱啱咧，中國先話中國嘅電動車係超越咗 Tesla 嘅出口。中國嘅整體汽車出口又贏咗全日本，長勝將軍，不嬲都係日本贏晒啊嘛！過去10幾20年，啱啱中國又贏咗日本，中國又贏咗 Tesla。電動車咧，我哋可以話世界 No.1。喂，阿爺啲電動車咧就有啲內卷嘅，又劈緊價嘅，雷軍嗰價都係賣20幾萬。喂，我如果喺香港，我點解要翻大陸買蘇七啊？我香港如果買蘇七要買40幾萬嘅呢部嘢，因為蘇七嚟咗香港打1倍稅啊嘛。咁你大陸冇稅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而家1換1，啲油又咁貴，又幫唔到我哋國家銷量啲電動車嚟香港，你就無端成日入油啲外來嗰啲電動車咧就。係充斥喺香港嘅市場，黐線嘅。你香港政府梗係將1換1嘅計劃延長多1年啦 ，extend 去到出年啦。香港啲政策好傻噶，佢哋電動車喺呢個國際油價瘋狂上升，全香港全個地球最貴嘅油價就係香港，你就偏偏捉到鹿唔識脫角，城隍廟喺隔離，中國出產電動車嘅，咁你香港你梗係1換1計劃，或者你電動車直情就走翻轉頭就可以免稅，因為我咧買第一代嘅 Tesla 喺2015年咧，我架 Tesla 係1毫子稅都冇嘅，原價80萬過嚟咧，我就係用80萬港紙買嘅，後尾咧香港政府就加咗稅。跟住加完稅之後咧，啲人覺得太貴，跟住就為咗咧啲人咧唔好揸油車，就1換1計劃，將你部油車俾翻政府，跟住出部電動車，咁你就可以慳到10幾20萬啦咁。咁而家咧無情情咧，阿陳茂波咧，而家係電動車最成熟充電嘅時候，佢反而係取消呢個1換1補貼。你本身香港啲油價個稅又特別貴，跟住一啲車咧。本身電動車我嗰個年代啦嚇，11年前買就冇稅，而家咧加完稅，跟住有個1換1計劃又取消，行錯晒棋㗎。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資深嘅道路使用者去睇呢件事，同埋用一個宏觀嘅方法，或者用國際視野，國際視野就係中國係出口電動車贏 Tesla， 中國出口汽車係贏長勝將軍日本。香港其實可以幫嘅就係延續1換1計劃，或者你只要將汽車電動車免稅，我諗所有人都會買晒雷軍嗰個 SU 蘇七嚟香港，好渣嘛大佬！
咁我梗係唔喺香港買啦，我買架海豹都傻仔啦，我買架海豹啊係30幾萬嘅。你有冇觀眾可以話俾我聽？如果你喺大陸買間海豹咧，係幾多錢啊？我好似喺大陸買海豹好似10幾萬嘅啫。我如果冇睇錯，我咪2年前咪去香港買咗間海豹，去咗俾我個同事，我哋個經理揸嘅。喂，我買30幾萬啊，我架海豹，但係喺大陸買海豹好似10幾萬嘅咋，黐線嘅。喂，我而家蘇7，我點會喺香港買啊？我梗係翻大陸買啦，係嘛？我架小米嘅蘇7梗係翻大陸買啦，係嘛？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咧係需要有人同佢講咧，喂，稍為有腦啊！你啲國際油價咁貴，香港又係黐線嘅喎，香港啲政府又縱容嗰啲油商加快減慢嘅喎，嗰啲油價咧減完之後咧，嗰啲喂，多謝阿花花啊嚇！阿花花就話俾我聽咧，就係呢個中年好聲音100強啊，花花啊 My Hero 啊，唱到5粒星嗰位啊，咁咧佢就話俾我聽咧係16至20萬，香港賣30幾萬啊個海豹，而家你取消咗1換1，海豹要賣50萬啊！我嗰陣時啊，2年前啊，我係有1換1啊，我係平咗10幾萬㗎。喂，如果海豹冇1換1，即係大陸賣16至20萬，香港賣50幾萬，係咪黐線㗎？如果冇計錯條數，所以咧，首先就係咧，香港要延續1換1，俾多啲電動車、國產電動車嚟香港。第一，第二，我哋要檢視下我哋嗰個香港個電油嘅價格，無論電油同油渣、柴油嘅價格，點解永遠都係加快減慢？喂，啲石油咧降咗油價每一桶，之前120蚊桶啊，110幾蚊桶，而家跌翻落去100蚊桶，冇減過價。日本減喎，日本即刻減喎。之前佢係上個禮拜咧係200幾 yen，200零幾 yen。後尾我拍咗條片啦，我揸架法拉利去係181 yen 啊嘛。其實4年前咧都係180幾 yen 嘅，嗰陣時疫情嘅時候，嗰個油價都係同而家一樣嘅。咁但係反而係我覺得香港係好畸形。香港邊個係定嗰個油價㗎？香港政府係絕對有權力啦，因為你係收稅㗎嘛。但係問題係點解會變咗全世界最貴嘅油喺香港嘅？澳門9個幾，大陸8個幾，日本9個幾，香港33蚊油價，黐線嘅，係嘛？即係你冇可能諗到咧，香港啲油價係咁貴，有乜理由？你香港政府係任由佢漲啊？喂，你可以減稅噶嘛？香港政府嗰啲油價點解咁貴？就係你香港政府抽咗稅啊嘛。咁你香港政府你咪減翻嗰啲油價稅咯，係嘛？跟住將電動車1換1計劃咁咪拉近啲咯。我唔知點解咧，即係立法會咧冇人講呢啲嘢噶。立法會咧唔會有人提出咧，你去延續1換1計劃啦。係嘛？你而家啲打仗嗰啲油咁貴，跟住大陸嗰啲車又咁平，點解大陸啲電動車咁靚又唔可以撥過嚟咧？係嘛？即係立法會議員其實有責任咧，同義務咧，係去講市民嘅生活所需嚟噶嘛？喂，你好似你揸車揾食嘅，你揸車送貨嘅，啲人咧成日咧就話喂。入香港嘅生活困難啊，人工低啊，呢樣嗰樣啊咁你係政府造成噶喎，你點解要收我哋市民嗰啲汽車燃油稅咁貴咧？點解香港政府要仲貴過新加坡喎？點解要收咁多汽車嘅燃油稅咧？係咪你係想抑壓汽車嘅增長咧？喂，汽車嘅增長咧，其實有一個方案咧，我係可以俾政府參考嘅。我喺日本學嘅，今日咧我哋有個團友嚟日本咧，佢就話：哇，點解日本冇乜嘢車喺嗰條路違例泊車？佢咁問我，
我話兩個方案啦，兩個原因啦。第一個原因咧，日本咧佢抄牌貴啊，18,000 yen 嘅大佬，成1000蚊嘅港紙。咁你喺日本違例泊車，咁你罰成1000蚊嘅牛肉乾，咁咪少人違例泊車咯。但係咁喎，日本抄牌又唔嚴重嘅喎，你泊邊度都好，你只要有一個人喺架車度啦，即係當然啦，你唔係喺 highway 中間泊車啦嚇，即係一般嘅內街咧，你求其泊部車，你有個人喺架車嗰度咧，啲抄牌仔警察見到你都唔會抄㗎，你有人喺架車佢就唔抄，好人性化。香港咧趕狗咁趕㗎嚇，即係呢啲唔好講啦嚇，大家心知算啦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喺日本咧，點解佢可以控制到啲車係唔會過量咧？就係你去買一部車嘅時候咧，你必須要提供一個車位證明，即係你自己有車位，你喺邊度租到個車位？你去買車過戶嘅時候咧，你必須要提供一個停車場嘅租約，或者你嗰間屋個車位係自己嘅。咁邊個核實你咧？你唔可以造假噶嘛。咁咧，你嗰個車庫證明書啦，我哋叫做，咁你就去警察局嗰度申請嘅。你買一架車嘅時候咧，你譬如而家我而家喺日本，我想買一架車啦。咁咧，你就要去當地嗰區嗰間警察局咧，就申請一個叫做咧車庫證明書，咁啊得到警察局嘅認可。跟住你攞住呢個車庫證明書去到啲車行嗰度咧，就再去運輸署嗰度登記買架車，咁你先至可以成功購買一部一手車或者二手車或者任何車。你一定要有一個停車場證明書，一個租約，你先至可以買車。香港嘅問題咧就係冇嘅，你有錢就買啦，你一個人一日之內買10部車都得嘅，係嘛？但係日本係唔得嘅。你一定要提供10個車位嘅證明。其實我話俾大家聽，如果政府係可以參考我呢一個方案嘅咧，香港汽車嗰個上升率咧，佢會馬上降低咗㗎。因為你本身要每一個人，你擁有一部私家車，你必須要有一個車位俾你泊。有啲人係咁嘅喎。佢本身冇租車位嘅喎，佢買架車翻嚟咧，就夜晚黑咧，求其揾啲山卡拉牌或者時租停車場擺啊，即係基本上咧，佢係冇一個穩定嘅地方嚟擺佢嘅車，好多嘅。咁我呢個提議咧就係，如果你政府係可以減翻啲電動車嘅入口稅，或者減翻嗰啲汽車燃油稅。然之後控制啲人出車嘅時候要提供呢個車庫證明書咧，咁你就可以控制咗有啲人一個人養4部車、5部車嗰啲人咧，佢未必會買咁多車啦，因為冇咁多車位啊嘛。咁但係有啲人必須佢揸車揾食嘅咧，佢就有一個車位咁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可行嘅啊。咁呢個方法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香港政府佢驚汽車泛濫，所以咧就汽車稅係好重，燃油稅好重，就係抑壓你個汽車泛濫嘅。但係我今日如果嗌你減嗰個汽車稅，電動車我講下，減個電動車稅，咁你就會好多人出電動車啦。咁咪好多好道路好多咯。咁但係你一換一啊嘛，你係冇咗一架先翻嚟一架啊嘛。咁你冇多到嘅喎，一換一啊嘛。咁你撳嗰個電油車嗰個稅嘅時候，你又驚啲人買多架，咁你咪要提供嗰個車庫證明書咯。咁佢要有地方泊佢先至去買多架噶嘛。咁佢就要焗住佢得一個車位，佢就要犧牲舊嗰架就買架新噶啦。咁你咪可以控制到香港汽車個增長咯。好簡單嘅啲，即係你睇呢度人哋成功嘅嘢就知噶啦。香港啲油價太貴，香港取消一換一嘅計劃錯晒，而家正係石油危機，啲油價瘋狂，有機會咁樣升，跟住抑壓汽車嘅方法係錯嘅，一味係重稅，一味係油貴。其實你只要提供個車庫證明書咧，
係已經係可以解決到咧汽車不斷去增長呢個問題，因為香港地少人多。咁但係問題咧，你會發覺近年咧，港人北上咧已經係樞紐咗咧香港嘅塞車問題。而家啲塞車咧就塞晒去港珠澳大橋。我唔知你有冇睇過，我有一條片咧，就係我喺疫情嘅時候咧，就即係我有一架車可以去到澳門噶嘛，有一架車可以去翻到大陸噶嘛。咁啊，永遠去港珠澳大橋咧，即係特別是我疫情嘅時候咧，去澳門隔離啊嘛，我揸架 Benz 去澳門隔離，成條路係冇車嘅港珠澳大橋。嗰陣時我嘅心都好蒼涼，哇，千幾兩千億嘅基建俾我行晒，陰公咯，慘，即係收150蚊。喂，我有一日揸架車翻大陸，幾年前，哇，塞車喎，我幾開心啊！哇，喺港珠澳大橋收費站嗰度塞車，塞車即係好經濟好好環境啦，即係塞車就係覺得有人氣先啦，啲路係要俾車行噶嘛。喂，跟住你而家近期最多塞車喺邊啊？咪就係港珠澳大橋個關口咯，啲人全部北上消費啊嘛，咪嗰度塞咯。反而香港嘅市區嘅道路咧，係好似冇以前咁塞，可能就係因為紅隧同西隧嗰個橋嗰個隧道費嘅分流啦，作用問題啦，就係可能掟翻平均啦，啲人多咗行西隧啦，所以紅隧好似冇以前咁塞啦。加上咧，你如果記得咧，有一條路咧就喺呢個大角咀咧，一入去靠咗，以前就去加士居道天橋。我有一次行錯，有一次我係機場翻嚟，即係我一落機喺機場翻嚟，咁啊諗住靠咗咧就行去油麻地果欄嗰度買生果，一靠咗一落去，喂，捐到去九龍灣先出嚟喎！哇，有冇搞錯啊？嗰度係冇得走回頭路嘅喎。以前喺奧運站嗰條天橋靠左咧就去果欄噶嘛，去加士居道天橋噶嘛，同埋可以去油麻地、旺角、尖沙咀噶嘛。哇！一靠咗左，落咗隧道，大家有冇瀨過嘢啊？揸車喺呢個奧運站咧，嗰條高速公路咧，右邊就落西隧噶嘛，左邊咧就去加士居道天橋噶嘛，中間嗰條咧就去尖沙咀同九龍站噶嘛。如果有去過就撳一啦吓。喂，你揸車嘅時候，你一靠咗左之後咧，就啵一聲，你就要去到九龍灣嗰度捐翻出嚟，跟住再要行太子道嗰度，哇，嘥幾多時間啊！哇，嗰條路真係嗱，有人瀨個嘢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度而家隻精啊，搭住條中線啊，大佬。即係咧，你而家咧嗰個同埋咧，你喺將軍澳有條環海大道啊嘛。你由日出康城嗰邊咧，你扮嗰條環海大道一出就去咗油塘，咁將軍澳隧道咪冇咁塞咯。即係你有條環海大道就解決咗將軍澳嗰條道，跟住你有頭先我講嗰條我唔知叫咩路啦嚇，就係呢個奧運站靠咗一入去咧，大角咀一出翻嚟就九龍灣，我唔記得咗呢條叫咩道。呢條道咧就舒緩咗咧加士居道天橋塞車嗰段。咁所以你如果喺葵涌落加士居道嗰度咧，而家咧冇咗樽頸嗰個位咧，喺果欄有條天橋插上嚟嗰度就唔會塞，以前嗰度塞到嘔噶嘛。所以而家香港嘅整體嘅道路狀況咧係完善化咗之後咧，就冇以前咁塞車嘅。咁所以又港人北上消費，所以香港以前嗰啲政策咧，就係因為香港地少人多，所以個電油稅要加咁重，汽車稅要加咁重，就係想抑壓啲汽車增長。但係頭先我講咗一個道路基建配套同埋咧，好多人都港人北上咧，其實香港政府咧要審時度勢嘅。你要知道嘅世界係改變緊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喺呢個直播咧，希望如果有啲政府官員聽到咧，你真係要重新檢視下香港嘅油價點解要咁貴，貴過英國、貴過美國、貴過全個地球最貴就係香港，黐線嘅。第一，第二就係電動車收費要檢視啊，即係冇稅啊，你要一換一計劃咧，你起碼俾佢 extend 多1年，我覺得先至係一個好穩妥嘅方法。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咧，即係每一晚嘅直播咧，
可以提升一啲價值同埋提高一認知咧，就俾我哋嘅網友嘅嚇。咁啊，希望咧透過呢啲直播咧，係可以咧令到一啲堅離地嘅官員咧係更加貼地氣。香港啲官員係好堅離地，加上立法會仍然係好似呢排都冇乜聲出嘅，即係你知立會冇聲音嘅都係嚇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咧係善意嘅批評，唔係惡意攻擊，希望俾大家知道，我哋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善意嘅提醒啊，可以話嚇啲油太貴啦，唔好揸咁貴嘅，唔好加咁重嘅稅啊，嗰啲油價嚇。好啦，而家超過2000幾人啦，又係時間夠鐘收工啦。哇，3:45啊，日本時間香港45又收工啦，大家早啲瞓啊！聽日一早咧又要同啲團友咧一齊咧去行市場，拜拜。